丢丢党蓝城国际音乐节，邀请来自日本、香港、波兰、蒙古国、西班牙、美国、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印尼、泰国及台湾等国家参与盛会，让音乐带你去旅行，宜兰欢迎你。丢丢党蓝城国际音乐节与您相约在宜兰。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一開頭是本大家看到今年2019年丢丢黨藍城國際音樂節非常的精彩，大家係咪實在當上了解有埋精彩內容呢？喺上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兩位當重要嘅來賓，嚟好好同大家來分享。首先歡迎你哋貴州音樂節嘅藝術總監係李建興先生，歡迎總監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丢丢党蓝城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李建新，今天希望在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点点滴滴，希望你们会喜欢。哇，歡迎，非常嘅期待哦！好，因為總監呢，去年沒有到節目來同大家介紹，今年又有全新冇同樣嘅東西哈。韓國去年沒有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咩你嘅劇場小王子啦哈，非常優秀嘅導演哈，齊浩翔導演來到節目當中，導演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要拜丢丢黨藍城國際音樂節嘅導演，我係齊浩翔，歡迎大家。哇，歡迎兩位！剛一開頭大家看到呀，這個宣傳影片哦，就非常的精彩。好，呀國家列出來，本大家就知道講，哇，這個不管是西班牙的、印尼的、菲律賓的、俄羅斯的，無論哪位，每一場都不能錯過，真的是這樣嘞。對。好，所以一開始我想總監先同大家介紹時間跟地點，邀請大家馬上把行事曆就記下來了。我想這個2019丢丢黨藍城國際音樂節的舉辦時間在10月的15號，從祈福記者會開始，一直到10月20號閉幕音樂會，在宜蘭的演藝廳跟運動公園舉辦。希望全國的鄉親有機會到宜蘭來一起旅行，順便聽音樂。哇！真嘅，韓國吼特別同大家講吼，這個音樂節的票呢，大家要勇搶哦，要手刀去買哦。唔講，嗰個係時間哈規劃，開幕閉幕一定不能錯過，而且這個開幕閉幕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而且還免費。有沒有按呢？為什麼這樣子？開閉幕是鎖票，因為我們希望所有的鄉親朋友可以一起來參加開幕閉幕，因為開閉幕是每個國家之演一首曲子，所以如果你參加了開閉幕，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國家，不管是台灣的、這世界各國的音樂，同時都欣賞到這樣。那市長就希望說，這樣的機會讓所有的鄉親或是全國的同胞都有機會來參與，所以他說他特別強調，希望這2場是免費，而且在運動公園，它可以容納上千人，所以說希望大家一起來享受這樣的一個世界文化饗宴。好，剛才總監有講到，記得要鎖票哦，哈，只能容納1000人而已哈。鼓手太搞244哦，當然亞拜呢，還是有一天團隊非常的豐富哈。我們先來看看我們這個主視覺，其實看到呀回播的時間還非常的好奇哈。你看這個，就我也是在做音樂，我就看，這個是黑膠嗎？現在又很流行聽黑膠，各位呢老宜蘭嘅水有關係，導演要不要好好同大家介紹一下？好，要拜愛蓮董歡喜哈，做嚟唱到嘅有名的設計師，許明文老師，對，許明文老師。那明文老師在聽完我們就只有給明文老師幾個建議，譬如說像是我們覺得宜蘭這個地方跟水有關係，然後再來，我們希望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希望能夠帶着音樂去旅行，對，所以那他就提供了這個主視覺的想象，像主持人講到的，覺得它像是音樂的黑膠，像是音符的頻率，那甚至它也像石頭或雨滴丟到水裡面，它泛起的漣漪一樣。對，那我們就非常希望說，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音樂節，就像剛才總監所介紹的，就是讓更多的音樂可以讓更多的人，就是不管你是誰，你只要願意走到音樂廳，你都可以聽到各國不同的表演。對，所以才產生了這樣子的主視覺，我覺得非常的可愛。我記得哈，像總監的確有講，希望呢讓世界走進台灣。那也讓
台湾能够被世界看到哈。我吃到非常的感动，因为呀，你讲丢当蓝城国际音乐节，大家说哎呀黑你来了潘给，可是他办的是一个国际的规模，对，而且。草创的时候，这才刚开始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其实是一个 newborn baby。不过呢，我知道这个在不论是团队啊各方面都做的是有声有色。其实丢蓝城国际音乐节已经第5年了哈。那我们反归回去看，其实宜兰只是一个10万人的小都市，在刚开始要办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是非常害怕，不管是经费啊、人力啊，或是你的经验，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不过在第1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有个机会，可以跟菲律宾的文化部合作，是等于宜兰一个地方乡镇公所的层级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部来合作，所以他们把第1届把他们的经验整个传承给台湾。那我们在当时其实就立定了一个想象，希望这个国际音乐节。我们给自己一个期许，最少要10个国家以上。然后我们也希望它，因为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艺术节，那有很多都是可能是学生啊，他 focus 在小朋友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节是专业团队。所以说，第一个你要10个国家以上，要专业的团队，那又不能太多钱。所以这整个加起来，他们不能太贵，黑毛，因为我们经费有点拮据，黑毛。那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飞到全世界各地，跟当地的政府也好，跟当地的侨胞也好，希望他们来赞助。其实宜兰是一个小地方，不过这些侨胞看了，台湾的一个这么小的乡镇可以办一个这样的国际活动，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愿意帮忙。像日本来的团队，他们的费用一大部分是日本当地的侨社，美国当地的很多人帮忙，所以这个大概是一开始在办的这个艺术节的一个想象跟规模。其实我们也慢慢朝向了这个目标。这个动体片，因为我到台湾国体去吼，宜兰係一個動特殊嘅地方。當然，宜蘭其實動到客家人咯吼。不過我看人家看總感講法吼，他有那種宜蘭人的從容，還有自信。這種宜蘭做案的事情，係因為宜蘭那個地方都覺得我們這裡很美，很好，我們可以。而且宜蘭也非常的團結，我覺得你們很團結，而且推動文化這件事情，你們是很有想法。很謝謝主持人。其實我們有的也只有這個而已，就是因為你一直覺得這是個好山好水，那所以我後來一直在想說，我在跟所有的那個工作人員講，我們最重要的本質就是熱情。那也是這樣的熱情，才能認識導演，才能有很多的朋友其實是兩肋插刀的幫忙，慢慢把它推向一個很全面化的國際音樂節。你認識佢就錯嘅，這句話叫你認識他就對了。因為一個劇場小王子哦，你懂得會想法哈。導演安內，你們在規劃的時候，應該有很多有青龍冇艱難嘅地方。唔家跟仲跟講起來，佢講起來係4兩撥千斤嘅嘛，唔夠辛苦啦哈，會辛苦冇？會。你會講辛苦嗎？你喺劇場出身，你講馬家就唔驚。迄唔強啦，不過我知道有懂得嘅想法，方面嘅無強用，因為頭擺佢迄邀請我去做演出，做表演聽聽，對，做表演聽聽，不過講到都迷。佢就會很愛做拖延，全部跳舞你走就走嘞。嘿，那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我很感動的地方是，我們其實真的算是一個經費很有限制的一個音樂節，但是在我看到所有工作人員花下去的心力，對，以及他們對這個音樂節、藝術節的期待，對，那個是蠻讓我震驚的，因為我們在台北通常不會這樣子做事，我們通常預算表列出來，好，可以怎麼樣，我們就會怎麼樣。那當然我們都會在這個範圍裡面做到最好。可是他們給我的感覺是，他們為了要把這樣子的世界性的文化帶到宜蘭，
他们其实不是尽力做到最好，他们应该算是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一种状态。那知道宜兰就按哪个气氛呢？宜兰的气氛就是这样子哈。对。很多人家讲到，迄讲有医生以后这样来走私，给去会等等你呢。可是很多事情你要愿意先跨出那一步，它才会有后续的东西。要去有一个行动力。古时候亚哈泰嘎坤丢当兰城国际音乐节，你们想到它只是一个宜兰市去办的，你们只有讲啊，亚哈一个动态旁嘅，好，还唔係有万人来支持？你为什么可以邀请到这么多的国家？一定有懂得沟通嘛？的确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宜兰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所以我其实还蛮邀请大家真的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在10月16号到20号的这个期间，真的安排一趟来宜兰、来东部的旅行。你可以开车经过雪山隧道，雪山隧道出来之后，你会看到整个宜兰的平原，你会看到远远的龟山岛，然后白天你可以在宜兰。吃海鲜，你可以到宜兰的山上去玩，然后到晚上，你可以在宜兰市里面就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对，第一天你就会听到我的蒙古老师，对，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听到来自西班牙的音乐，来自印尼的双井吉他，各式各样的音乐。每天我们都端不同的菜，你没有一天会吃到重复的。哇，哎呀，观光局哈抢记得来代言了。當然非常精彩嘅內容哈，等下繼續同大家介紹，大家想一啲到底有乜嘅團隊表演嚟嘅內容呢？哎呀，先聊一下，繼續轉到福氣來了。大家真係福氣來咧，今晡日 Rita 愛同大家共下來欣賞2019丟當蘭城國際音樂節到底有哪一啲精彩嘅內容呢？我想家下一開頭哈，好想好研究講到今年佢老家欣賞同台，來自蒙古嘅欣賞，哎呀，暗強哈，來介紹一下好冇？來。我同欣賞術士呢係提。很久以前2004年还是03年的时候，他们被蒙藏那个时候的蒙藏委员会，现在是蒙藏文化中心还是忘记了，对，那时候的蒙藏委员会邀请到台湾来，那我就留了老师的电话，所以在我2008年跑去蒙古的时候，我就把老师的电话拿给我的民宿的老板，请他打这个电话给我的蒙古老师，然后请民宿的老板帮我联络，然后我再从蒙古坐飞机飞1个多小时，对。他在蒙古的最西边叫豪富这个城市，我飞到那里去跟他们学呼麦，然后还有马头琴。然后这一次也是总监他有一次就提说，你要不要邀请你的蒙古老师来？那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所有资料都已经不见了。然后19年前，12年前呢。然后我就再找了蒙藏文化中心，然后我这边也提供了我拿了我自己跟老师的一张合照，然后请蒙古人来帮我找这位老师。对，因为他的地位有一点像是譬如说台湾的话，就有点像是高士国的二胡首席，那他是豪富的那个地方的乐团的马头琴首席。对，听说请没的。我觉得啦，但是我又怕你知道就是。物换星移，万一他不做音乐了或干嘛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先请他们去联络那个乐团，然后找到这个老师。然后因为我又完全不懂蒙文，我很怕他们找回来老师到时候联络上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就拿着照片去找。然后我们花了大概有2个月，对不对？对，2个多月才找到老师，然后也很感动。那个时候正好我朋友的太太是蒙古人，然后也在蒙古就帮我们联络上了。那老师也很愿意来，但是来了就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我答应了他，我要在开幕做了一个演出，然后那个演出里面我就会唱到呼麦，对，然后老师在开幕也有演出，所以就变成我要在隔了10几年要在老师的面前再唱，所以其实师生同台，所以其实压力真的好巨大。大家聽咗一看哦，看見用嘅同時上胸開來表演哦，對啊，這是很好的機會，各位韓國也給
其实讲到团队啊，我们这次邀请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波兰，波兰团，因为波兰的那个它的传统乐器看起来很像小提琴，那马友友就有一个传统马友友传统世界巡回的系列里面，就他的思路系列，他就是跟这位演奏家，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找团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都是各个国家，像刚刚浩翔讲的很顶尖的音乐家，或是很知名的人士，可以来跟台湾的乡亲来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那紧接着我们也邀请到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那这个菲律宾的合唱团，我在6年前我们在还没办艺术节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机缘，就邀请到他来台湾演出。那当时他被德国的评鉴机构评鉴为世界1000大的第8名，那是一个很好的。可是你知道吗？在宜兰演出啊，我们要推他们的票，我记得好像也是索票，好像是不用钱，但是很少，我就觉得很少人会来看。那我就上电台接受电台访问，我在问那个主持人，请问你讲到菲律宾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我吗？潜水啊，那沙滩。那你是一个有算很有特质的人。他们说第一个马上回答，我认识的人大概都回答费用。大家都说，所以我们当时要推它，其实是非常难，但是所有来听的人都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今年我们在想说音乐节，我们也应该要再邀请他们来。那我在跟他联络的时候，他今年已经被这个德国的评鉴单位评鉴为世界1000大的第3名。哇，很强哦！所以我们那因为我在这段期间也是这样到处也到他们那里去，我就发现其实整个菲律宾的他们的文化政策或者文化推广，其实做得非常的好。那除了像这样的菲律宾的团之外，像你刚看有蒙古、有波兰、有菲律宾的合唱团，紧接着我们邀请一个印尼的团。那这个印尼的团就是刚好我们的艺术顾问，一个西班牙的阿多佛先生跟他很好。像你看到的这个他的团长他演奏的这个吉他，我们很少看到，是一个双吉的吉他，他被世界把它誉为世界最快的吉他手，就他一个手要同时弹2个笔，所以他那个快的速度超越想象。那我到很多地方，他们说，老师你可以介绍给我看看吗？我说不行，要看，请你到现场来看。安尼就错的哦，来到现场才看得到。我也懂听说呢，故事也拜其实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团，虽然每个国家团都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其实在联系上都有很多的故事，莫安更难的。像这个其实像联系的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其实台湾有很多的艺术节或是很多单位就透过国际的组织或什么来办，但是我们在宜兰，我们刚开始要办这个艺术节，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团我自己到过欧洲或者很多地方去演出，认识很多朋友，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艺术节是可以我们自己去找，我们都让我们自己的团队跟他们有接触。那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像我说第1年跟菲律宾合作也有个很有趣的插曲他们就因为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他们的基金会的主席要来，因为大家都在忙，没有人可以接待他。那我就说，那就我去接待他嘛。那我就带他去吃小吃啊，告诉他看很多台湾的很多到处去走走。后来他邀请我跟他们办一个南岛语系的类似一个座谈之类的。他说：“李先生，你可以到菲律宾来开会吗？”所以我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菲律宾的文化部部长。所以本来原来在会议室的开会，他说改到他的小房间，就是他叫了很多小吃这样。那后来他就跟我说：“李先生，我们跟台湾的合作，其实他是因为我是作曲家，他也是作曲家，他觉得我们很有艺术的这个氛围。”他说昨天那个中国去跟他们买节目。那他们就想中国人很会杀价嘛，所以他说原来400万，他就跟他说800万，可是中国人说好800万就解决了，就他们说那你们这个朗大利亚来，可不可以把整团的乐器留下来，再来教他们1年，这样会多少钱？那菲律宾人就想说，那给他开个天价，假设给他开了一个天价，可是中国也说好，一口气就答应了，所以他告诉我，中国在全世界买节目就是这样，可是
他觉得跟我们是可以交朋友的。所以我常常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我们台湾有的就是什么？是热忱，跟你也很真诚的对待人家。那你跟他交了朋友，未来其实这个关系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那他后来他到很多全世界各地去开会，他不是在介绍菲律宾，很多人跟我讲说他在介绍宜兰。对，所以他是一个国家文化部的部长，其实在替我们宜兰做宣传。所以我从这个来讲，我就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这些音乐家，如果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想他们就会介绍更多人到宜兰来参加音乐节。哇，谈起了动感图，因为你先有这样暗后的行为，你愿意用你自己本身去分享宜兰的美好，给出感受到这样的热忱。除了热忱，当然你会人家说有 sense 吗？你有那个感觉吗？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各位家讲用交朋友的方式，分享大家来到宜兰，共下来交朋友哈。那当然这一系列的音乐会里面，每一个团队这么精彩，那你们还特别规划了，除了我们来看表演，还有 TPA 出黑本艺术家、音乐家，可以跟我们的乡亲更直接的连接，而且跟在地的店家做串联。对，导演这次就在讲说，他提了一个特别的计划，叫做 Store Stay。你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 Store Stay？ 其实这个 Store Stay 就是宜兰轻旅行地图，其实就是刚才总监在讲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来了，我就用我的热情，还有宜兰的名产、风景、地景来招待他，让他留下对这个地方的印象。那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文化生根这一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穷剧场人出身，以前可能以我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真的像人家一样出国旅行或做什么别的事情。因为在当年我在刚入社会的时候，一个剧场人一个月大概就是赚2万出头，不到3万元，所以我们每年的年收入都不到30万。这样，我们是这样子过生活，所以对我来说，我怎么吸收国家的文化？我就是大量的参与那种 performing tour， 我可以在到国外交流的过程中，哪怕只有半天，哪怕只有1天，我都会跑出去，然后一个人，因为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然后去他们的小店喝咖啡，然后去他们的街道上散步，轻松苏呢，对，就是感受当地的生活步调，他们这就文化。对，跟着他们的人，就我看不懂他的菜单，那他点什么，我就说跟他一样。有一次我就吃到了血肠跟生牛肉这样，对，在法国。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所以这一次我们以往会有一个时间，我们会带着这些音乐家到台北来玩，去一些我们大家可能想象得到的101或什么地方去玩。可是后来我就想，在我们在宜兰办艺术节，一定会某中央啦，台北的人都要跑到宜兰来玩来享受，那我何苦把这些人逼到台北去呢？那我们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影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些音乐家们、艺术家们放到，因为宜兰现在有非常多有趣的青创人，那这些青年创业家，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想法的，而且他们也很爱宜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会，譬如说像是壶咖啡的老板，他早就已经是世界冠军级的咖啡师，可是他为什么不开分店，不在台北，不在全国各地拿着他的招牌？这个就是独特性。对，因为他就是宜兰人，他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不但让艺术家到这些宜兰的店里面生活，当一天的宜兰人，而且我们这些客人们还可以有机会在喝咖啡的过程看到艺术家，吃东西的过程看到艺术家。从 TPA 有去钓虾场啦、薯店啦，哈，蛮爱去。古时候亚拜嘅活动吼，真嘅邀请大家共下来。当然，你可以上活动官网，就做得看到你嘅團隊嘅時候，還有同精彩嘅時間表、節目表哦。等一下都在節目當中繼續同大家來分享亞拜國際音樂節地圖青島神奇嘅事情哦。
阵都福起来的亚团节目来上一开场来先请到2位来宾，先来请到总监，哎，我每你讲哦，快问快答哈。想问你知道艺术黑马给艺术是什么？其实我在办艺术节里面有个体验，就像托尔斯泰说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同理心、同情心。所以当我们在讲艺术是真善美，可是我们做艺术节到最后，我们就希望你可以用同理心去照顾全世界不同的其他的人类，或者说比较弱势的人。这个我认为是艺术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境界。所以才会有轻旅行地图，才会有进到这个不管钓虾场啊、咖啡厅、独立书店，然后最后我们也做艺术，让世界更美好。在印尼办一个学校，让大家来念书不用钱。哇！其实是从这样的艺术是一个最高境界，是一个同理心的这样的想法，开始连接起来的。唐希了吃到董迷哈，我觉得很美好。包含亚拜跟饮乐界哈，其实也有店家特别招待一些就是一些孩子，他们可以有车子接他们来看表演，可能是这些孩子他们平常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的。对，那我们也会有10%的票是给弱势族群免费来欣赏的。重赏鼓励，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哈，也让大家出家门5分钟以内就都得看到安尼精彩的表演了哈。感谢总监，给安尼投言，你知道艺术是嘛嘅？知道艺术就是神法，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珍惜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很珍惜眼前这杯水的时候，我喝水，它也可以是一个行为艺术。对，但是我不珍惜的时候，喝水就喝进去而已。对，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其实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所以在很多的民族里面，其实他们没有艺术这个字，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超秋秋恩哈嘎冲伞歌，我们客家唱山歌啊，它就是我们生活文化、长民文化。唔够亚秋会恩哈嘎给艺术，这就是很美，因为在生活当中，岁月流转，它就累积很多事物。好，故说唐代2位分享艺术係嘛嘅，唔知所有嘅朋友知道藝術係嘛嘅呢？嘅今日吼主題介紹嘅音樂節，一定會同大家分享。一班音樂節主題國際無窮樣嘅團隊嚟到台灣，喺台灣呢，韓國客家嘅上美的舞台上呈現哦，錯嗎？錯要拜我們在開幕閉幕都有用到了客家的元素，因為總監那個時候就想說，對於台灣來說，我們常常講到的台灣傳統的聲音，我們都會想到是原住民，對，但是客家也是台灣傳統的聲音啊，客家也是這塊土地上面的聲音。鼓手要拜強勇有唱到給佩書老師，然後還有一個柯志豪老師，他是交工的吉他手嘛，對，然後那我們請到他們來幫我們做開幕跟閉幕的大合奏的曲子。那開幕的這首曲子，我們特別給它一個名字，叫做《旅行者之歌》。對，希望大家跟着音樂去旅行，也順着音樂找到你想去的地方。對，所以在一開場的時候，我會用蒙古的祭文，然後用蒙古的呼麥，然後當作是邀請所有的天地神靈人跟朋友們到這個現場來，然後在中段的時候，2樓的燈會亮，然後佩書老師會在2樓唱山歌號子，然後會唱平板，對應誰呢？對應另外一個島國沖繩，然後沖繩的東風平老師他會唱沖繩的很有名的流行歌，他其實不是民謠，他是流行歌，就是後來被周華健翻唱的《花心》，對，他會彈3味線唱《花心》，用沖繩的方式，對，然後他們2個隔空交流過之後，會有4個西班牙的吉他手，很帥，穿着他們像軍裝一樣的演出服，然後把那種吉普賽的，然後或者是 Flamingo 這種歐洲式的熱情帶進來，然後最後我們所有人會一起上台做一個大合奏，然後邀請現場的觀眾朋友跟我們一起，他們不再是聆聽者，他們同時也是演出的一個部分，對，然後這個就是旅行者之歌，邀請大家順着音樂走進來。對，然後閉幕的話就交給總監來說。對，閉幕也是一個大工程了。有100人合奏，黑嗎？對，那閉幕其實像我們剛一開始在講說，藝術節的第1天，我們在媽祖跟所有人到媽祖前面祈福，不管你是
基督教，或是你是穆斯林，你是佛教，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互相尊重。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大合奏是把世界各国，包括台湾所有人，大概100多个人一起合奏演出。那演出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就从客家歌曲开始，然后到美国，到每个国家，到菲律宾，到一直演到后来，最后到丢丢党，因为丢丢党在宜兰，所以我们从客家音乐开始，经过全世界，最后回到宜兰。那回到宜兰，其实我们也是因为是闭幕嘛，就是希望大家下次有机会再回到宜兰再相会。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个国家的这个融合。那因为你也同时演奏到每个国家一段旋律一段曲子，也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然后最后回到宜兰这样。哇，唐起来就系土地大家吼，去到世界里下，前面要跪到宜兰来哦，系无？到出来抽火柴的感觉吼。对。要不然呢，音乐节非常的精彩，唐董就是到一定爱来看了吼。那记得讲，开幕闭幕都是免费锁票嘅，其他就会扫描去买。那听说在买票也是有在一些特别的地方买得到，对不对？啊，现在买票我们就上2厅院的售票系统。哦。因为本来以前都是这样派票，我们要大家帮忙去推。但从去年，自从有了浩翔以后，很多东西都变了。所以他说这个是全国性的，所以说应该就要上2厅院。你在家里附近就可以买得到票。听同雅数，点一下滑鼠就可以买得到哎哈。对。好，就搜寻我们2019丢丢党兰城国际音乐节去走得了哈。下半年哈，所有嘅发通，无论係前人嘅表演呀样，你都现场就会本你知道宾至如归，因为呢，因为现场请到志工，那么志工呢培训是非常用心哦。唐讲表演前2-3年就开始培训了，系冇？对，其实讲到志工哦，我们觉得说，我们第一年包括跟菲律宾的合作的时候，就有立下了这样的很多的规矩了哈，他们有很多的 SOP。那其中有一点呢，他们的一个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在台湾他很多东西都很仔细。我说哇，谢谢你这么帮忙，因为他说对不起，因为我来你们台湾，现在我的名字叫做台湾，因为他这个人一下飞机就是他接待嘛，到他走的时候也是他会送他嘛，所以我就跟志工讲，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是台湾。那我们在这个志工里面，其实我们在第2年就有一个美国的朋友是我们台湾人，他在 IBM 在Intel 上班，他每年现在把这个时间空下来，从矽谷飞到台湾来，飞到宜兰来当志工。那也有 TPA。对，他每年都，而且他是非常。因为后来我就说，因为我很不好意思叫他嘛，他说，李老师，请你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他的工作是那个工程师是冷冰冰的，每次来参加这个，他说艺术家，他用一个很有趣，他说艺术家都疯疯癫癫的，所以他会觉得这10天的生活是颠覆他的想象。那我们也有从台中来的志工，那今年也多了一个台北市立国乐团退休的老师来当志工，那我们也希望。爱好艺术的朋友，下次有机会多参与台湾各式各样的这样的艺术工作。其实艺术工作很需要大家帮忙。真嘅。对。分享大家來了，藝術就要融入在啲人嘅生活底度吼。古時候大家談到係咪非常嘅感動呢？藝術唔係遙不可及，人嘅最高境界竟然就係有安尼嘅同理心，安尼大家就做變做朋友啦，哈。你跟我之間就沒有隔閡了，好，就用朋友嘅方式重又久久哦。今日再次感謝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想親密呢總監再跟大家說，10月幾號到幾號，聽說會來到宜蘭看表演呢？11月16號到20號，你與世界的約會在丟丟黨蘭城國際音樂節。哇，N.O. 老師嘅嚟又比了，今日再次感謝兩位，感謝總監，感謝導演。什麼？每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也請大家等下繼續聽你欣賞嚟運動哦。上嚟了，拜拜。